其實攞嗰啲食物券嘅人10個有9個都係紅州。而家共和黨做緊嘅嘢就係拆自己嘅台，將佢哋自己嘅支持者進一步全部趕走。嗱，所以呢，最終我覺得特朗普嘅政權呢，可能都未到中期選舉已經有機會提早呢係跛腳鴨噶啦。因為大家知道呢，要選舉噶嘛，你作為你嘅打手爪牙，見到勢色唔對會跳船嘅，甚至乎佢哋會倒戈嘅。好多法案佢哋可能會倒戈，因為點解啊？哇！如果你下次再係孭住特朗普嘅牌頭 MAGA，我包輸，話俾你聽啊，係幾乎咩人上嚟選都有機會輸晒。啊，你唔好諗住會贏啊！可能連參議院、眾議院嗰啲席位啊都大幅嘅輸晒。到時呢，你覺得嗰啲人會唔會倒戈呢？哇！勢色唔對，我都轉態咯，係咪啊？所以呢，特朗普嘅政權唔係咁穩陣嘅啫，而家經歷咗琴日4號一鑊啊嚇。